鱼汤有无？鱼汤鱼咸有无？你加有无？啊，哇，甲点落有无？伊拍出来哦，你选，嘿，你要选你介各种鱼咸有无？哦，我选标海皮，足爽菜。啊，你后壁的大细，啊大细，会当做啊72， 72。哦，你拍看卖。哇，好，安尼，咱来拍字看卖，咱来拍字看卖。拍吼，天，有啊。哦，其实大字喎。哪会？啊，无你无后壁你无点迄个选迄个设定的位啊，你爱选迄个选第二个，交第二个。72啊？无啦，毋是啦，你迄个拄则你会演会出来啊。哦，嘿啊，我调过啊。但是我咧讲啊吼，字哪会无变大？是我袂。字袂变大，字是伫检视 Word 内底，这敢若选字窗，所以咱来了解哦。因为你拍的时拢爱去选嘛，足侪互你选的时，迄个选字窗，你嘛看到足爽快的时，你目睭就较袂疲倦啊嘛。有啊有啊，这你就袂足疲倦啊嘛。那这做事法定嘛，做事的人来拍拢遐我都拍啊，有无？这足好用的。安尼你就讲看会清楚啊。就准阿公阿嬷嘛无问题，对吧？吼。阮这是要互老大人、老伙的，但是恁若感觉讲写字久，恁会足疲劳的，创互你足拄啊好的，哦，可能创20，创24，啊，你拍的时，足好选的啊。OK， 好，搁说咧，第三是啥？第三是思考，主点思考。哦，主点思考哦。全世界数字我啦，无一个有法度厝安尼，无拍无你就无伊法啦。这足方法的，这足方便的哦。哦，因有一个讲起来，要讲哦，足困。波伊嘛有一个自定思考，因叫做咱我伫创这个数字法的时阵，上起初叫做轻松数字法，嘛是用 Word 内底。老计学先去教我 ，Word 内底有一个所在，会当甲你加思考落啦。问题你加了后，一定要重新开始。伊才有法度用啦，足易的。咱这个你前选定迄个手确定了后，伊就随拍就有啊啦。哦，这是要解决，因为这个需要就讲我一手我咧创哦。我拄着的困难，拢有甲老店讲，伊拢足够的，一个解决啦，一个解决。先轻松，到尾变介轻松，迄数字法有改版啦。哦，这有诶，恁若有趣味，要写测试论文的人，数字法这内底拢有，好，搁说咧。搁说来，会当 grouping。哦，搁这个数字法哦，这个数字法毋啦，这个增加数量哦。就讲我足侪所在定，恁嘛甲我定有足侪密码嘛，你的密码无一定会设共款嘛，所以你就当头前你会使注意讲，你是啥物密码，啥物话的，后壁是啥的后，会使做家己的记录，哦，也是讲，恁兜的地址，你要拍足久会嘛，上无拍1分钟啊，我就袂。你若拍，甲制定词句拍 TJ 就是地址嘛，后壁恁兜地址甲拍咧，确定了后，甲你拍 TJ， 恁兜的地址就出来。毋若袂拍毋对，佮速度佮紧啦。用这个方法，萧平志老师会感觉来讲，拉这萧平志最近有出一个伊的迄个台语语言迄个。萧平志老师伊用甲上足好诶，哦，伊就是所有用过，伊拢甲创一个大学就出来，我示范一个。定爱过用诶。我示范一个，你看吼，恁伫遮设定对吧吼？恁选设定，你准讲你连工要去外口讲一个主题，也是你要做报告的时，台中教育大学对吧吼？你着本底这是无的啦吼，啊，无要紧，咱用一个课嘛吼。台湾文化创意嘛，吼！台湾文化创意，你可能若要拍台湾文化创意，你要拍6字对无？吼！
啊，你着拍你着用一个缩写，台湾文化创意有无？哦 ，TWVH 吼，安尼好。啊，你甲下面着甲写讲迄个啥？写讲台湾文化创意，安尼吼安尼安尼拍落以后，伫思考遮，你着甲牵起来，有无？甲牵起来，牵起来了后咧，你着会当伫遮，你看哦，你直接拍啥物物件？拍台湾台湾文化创意，头拄说咧，有无？就拢出来有无？哦，你着毋免去拍较侪字啊啦，就是你会当，你若是去做一寡演讲，会一直用着迄个词，你先甲拍好，到时阵你要拍时，是毋足简单的对无？还是你做迄个做报告的时就足简单的，这就是思考的方便啦。你一定爱有思考啊吼，才会拍字才会紧。哦，这就是头拄仔讲的迄个俊校长老讲的迄个会当自定思考啦，吼，会当自定思考。啊，过来，恁定定伫写情书嘛，敢是？写恁男朋友、女朋友嘛，一定有几句定定伫写的哦。你也设定落，设定落要安怎？设定开拢出来了，哦，免一个一个去拍。想你哦，吼 SL，想你哦，安尼，安尼，对吧 ？SLO 哇，吼，你甲用起来，啊，你想你哦，安尼，哇，想你哦，心内话就是安尼嘛，安尼，OK， 好。所以，迄个台湾新学期甲台南新学期。伊个学生毕业要做牧师，拢爱考台语嘛，爱考白话字啦，一定会考，叫伊爱写诸多文，用电脑拍诸多文，因为因嘛拢有叫我去甲因教迄学生讲，你讲诸多文三字，你甲定后壁诸多文拢甲拍出来，汉罗的、转罗的，会甲伊甲拍出来。我问你，即个俊校长，伊这后壁会当上长了到几字？哦，迄无限呢，无限哦，足厉害的。你甲试过，试过嘛？迄个小弟弟老师捌几本册啊？几页啦？诸多文，有咯，是个，白话字敢若有限。阮伫天你迄边。伊就开始阮伫天你个管理个名姓。你个字伫食，伫电的时阵伫啲足长个嘛，诸多文就是讲主的基督文，就耶稣的基督文啦，咱爱学伊的基督文。咱来试看卖好无？咱来试看卖，你看吼，我这遮侪字哦，这遮侪字哦。你去叫伊摕迄个，摕我的电脑来，去摕迄个插刷迄个。CT V， 有无？足长个拢出来有无？是毋是安尼？对啦。这意思就像啦。足长个拢出来有无？就是你若足常用的是一大句话，也是两三句话，你共款会当用一个三字、两字的迄个快捷键有无吼？啊，你试落以后，你看足长个拢走出来，哇，是毋是足方便嘞？是毋是足方便嘞？对吧？我教遐个新学生，诸多文你定爱拍。对。所以你即个业定落，你学会晓。我较会用字，咱家己的制定词句吼，咱会使字来代表 CH 啦，一个音啦 ，CH 啦。C 代表 CHH 啦。所以你要拍的时阵就减足侪字啊嘛，会当足细足侪时间嘛。所以恁自定词句会当用安尼来代替，你家己爱会记哩。一般我拢定六个，上济6个啦。莫超过6个字母，什么原因？因为阮轻松教轻松的时阵，迄个Microsoft 规定爱创6字啦，所以我以前的思考就是安尼定落来。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嘛，上济拍6字啦。其实你拍1字嘛，会使代表一切啊。拍1字哦，我迄个我开发即个数字法，用白话字。你知影长老教会牧师年纪较大个，因袂晓播我有即个，所以伫美国会期，逐年拢会叫我去教因拍。所以我认捌足侪年纪较大个牧师，遐拢诚侪甲我指导的前辈。就讲萧清文牧师，咱知影？萧美琴的爸爸，萧美琴的爸爸，
伊就是阮全民台语圣经协会创会的理事长，所以教我足济，阮拢斗阵做协会哦。所以即个白话字，我解决足济代志。啊，搁一个赖永祥长老，哦，703岁过身，顶年过身啊，伊有做教会师的。我甲教了，好也欢喜啊，啊，就拍咧，啊，自定思考，我拢用足一字嘛，大家看，伊无，伊拢用字，用头字，就 L， 林老连菜拢出来啊。啊，迄个有一摆做就是足济爱出来选啦。啊，你若林 LIM 5的时，伊就甲一字两字出来选，较袂遐困扰。啊，伊学着即部足欢喜吼。你去波士顿，毋知是毋是你去波士顿，伊拢会去遐教台语文咯。啊，对啊，咱遐赖永祥长老我有来，我才食饭啦，伊有来上课。有无啦，你啦，迄伊的前伊捌来上课，我你讲的时，我要来请即个白话字的迄个书法无限性示范互大家看，好，大家看。年纪遐大，较讲有影，啊伊摕来，啊开始是，伊第一句伊就讲，林俊尧的书字法足好诶，毋过我会比伊搁较好，伊讲伊会比我会较好啦，伊就是拢用字啦，哦，伊所有拢较字尔，伊的网站面顶嘛足济人写啦，就拢字尔，哦，讲迄嘛会歹处，就是你有足济时，你来去选甲，毋知要选哪一个。哦，你若有几字的时，你就限制伫几字内底嘛。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讲恁尽量，迄个你记会起来，啊，甲你讲要搁拍也会记个，遐来甲即个设定拍落了，你拍落足紧啊。像我白话字，我咧祈祷文有汉罗嘛，啊有嘛有白话字啊，所以你后壁加一个 P， 就是后壁出来白话字嘛，哦。你叫伊去摕迄个用我的电脑迄条线，迄条线，这无讲一个足奇怪伊。好，我看。所以咱的拍字的速度会足紧啊！哦，我定咱嘛会使哦，因成功大学有举办台语甲华语的书字法比赛哦，你著来比赛我抢较紧的。OK， 咱先讲第四吼。会使拍台语、语字体的标记啦吼，做拄则有讲，迄个设定的上下骹内底，你会使选讲我要拍语字，哦，但是因为即个书字法有限制吼，敢若会当拍汉字后壁挂有罗马字，还是罗马字后壁挂有汉字，即款的语字啦，就是挂有为注音。即款的语字，哦，啊，你来甲我计只会拍罗汉语字哦，所以我会用我的电脑就是讲，伊的这电脑无迄哦，我叫伊创哦。咱先讲讲的，继续再来。来，这个刷，你的电脑，你的 notebook 咧？你的 notebook 咧？你唔是要接线啊？其他咱我无啊，你那对啦，我知，我是讲这条哈。哦，因为伊卡了，所以我就是袂当摕。哦。所以这条插落来。对啦。唔是 HDMI 吗？这条插落，啊，这里，这个，这啦。啊，里面呢？有切过。哦。他们在想要用来新的迄内底数位讲座咧，去导写，就导演出来。哎呀，这个好笑，对。感谢。好，安尼会使啊，安尼你会当用你的。OK， 好，感谢。好。OK， 这是导演准玉长老的 notebook 啦，哦 notebook。因为我的数字我照写，内底无诶。
啊，搁一个咱有台语客语吼，较会选对啦吼，才较有客家语。有，OK，你有去拍客语是无？用客家话拍，会嘛使啊，用这拍，就讲伊下骹2点迄个，你一定爱用这才拍会出来啊，诶。台语、客语、数字法，我爱迄个走去倒去啊？我迄个数字法走一条，所以只有一个台语甲客语吼，内容上进步吼，伊一摆讲，恁这我拢拍袂出来，结果伊毋知哪去回去点着一客语啦。我一个看你是客语的数字法。哦，所以咱大家注意哦，你若做电视课，客语嘛爱放伫客语的位啊，哦，啊台语爱放伫台语的位啊，哦，所以即个做电视课有分台语甲客语，哦，啊你要甲夹做伙嘛会使啊，哦，要甲夹做一个嘛会使，但是较费气啦，我客语也是分开哦。我会做电视课内底，嘛会使拍波，你敢知？我嘛有甲定啊，啊嘛会当拍日文啊，啊嘛会当拍迄个日文啊，搁啥物？希腊文，我拢有甲创咧就对啦。创咧我会做电视课，所以你若甲要拍日文，你就毋免去切换，去找搭日文书是我伫倒位，你伫你家己的迄个哦，即摆我会给你讲台语。我活大故事，有一摆迄个迄个老师带一群日本人来学国语的啦吼，啊伊嘛我学台语嘛。啊，好，我无下迄间去到阮兜台北的时候，即我甲讲，华大故事，伊若拍足济嘛，就我拍4个尔。哦，伊看着来惊着一个讲哈，恁台湾人比日本人较进步哦。日本共款会当拍。啊个拄则，啊我做电视课哦，我想我毋免了解。讲电迄个百分比 character definition begin， 甲下骹上下骹有一个 end。即几字就是软体的指令，你莫去叮当着，你叮当着开就袂晓去哦。迄内底有一个人讲太袂晓去，结果我遐发现迄字典的记忆无去啊。哦，你即仔内底去动着，小动着俩，这软体就叫你不歹哦。所以迄是你界定，迄毋好去叮当。你当咱家己内底伊个 example 范例，哦，你迄个台条，你当用你的方法。像我转来台南中华电信，想要去找中华电信创代志哦，我就甲订落啊。哦，啊以后你要找嘛，会当我去找恁这地址，尤其我足侪人的地址电话，我拢会甲订落就对啦。就这阮小弟的，哦，伊地址、伊电话，拢有啊。所以你后盖的是毋免讲去要编啥物簿仔找，你来找你厝电视课，大家拢有啦。啊，我来这你建立到无啥啥吼，啊你若换电脑要安怎？你爱记，当时嘛久久也欠一摆啦。哦，你甲欠起来吼，照袂讲到时要用阮的找落去哦。哦，你才有另存新档。我今仔我有要来，我做我存，哦，甲存咧，哦，
所以伫别个所在，我有存起来。你下届买新电脑，也是你的电脑当机，你要到这个自定书库，你一个开柜的时阵，新的时阵一定是共款，迄个犯的 example 内底无面底物件。啊，你甲你迄个档案叫出来，哦，你 Ctrl A 就是全选啦吼，啊 Ctrl C copy， 啊去你新的电脑的迄个设定内底，哦，你新的时阵这内底都空的嘛，哦，你共款甲 Ctrl A 全选 ，Ctrl V 就是 copy， 甲 paste 落啦吼，哦，啊你了后甲存，安尼就 OK 啊。所以你以前定的思顾，袂讲无去啦。所以有个人感觉讲啊遐废气哦，创这哦。我甲你讲就是讲，即个物件是 personalize， 就是你个人的，你的囝孙共款会使用。你甲教落，你的自定思顾，拢共款会使用，哦。所以莫烦恼讲。啊，即摆遐废气，但是你是一劳永逸啊，吼、你拍一届就好啊，啊永远伫地，吼、希望大家好好啊利用的哦。我讲遐济啊，毋知有啥物问题哦，我小小。这啊吼，介方便你知影？这个啥？你若有一寡，咱个威兴老师，区威兴老师嘛来啊，伊伫后壁。哦，来，咱威兴老师，你要来讲两句话无？甲大家好，威兴老师真客气，来头前坐啦，头前请坐。哦，啊，这个啥？这个思考啊吼。藏的所在，其实当是藏你的秘密的所在啦。你无想要互别人知影的代志对吧？你嘛无想要互别人找着对吧？你着甲拍伫这个书库内底，啊，这个书库内底吼，别人绝对袂去开信望爱的自定书库，对吧？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甲秘密藏伫内底啊，你个真简单，佫会当记哇。像头拄仔准长老伊示范的，伊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嘛。伊就是拍一寡字迹啦、电话啦，啥物拢伫面顶。所以你若要叫出来是，你用迄个拍开台语输入法，好无？拍开台语输入法。信望爱，啊！你拍这个关键词，伊就走出来，有无？哦，啊！你家己会当修改啊！啊！你若要换电脑进前，你家己另外甲这个书库捡起来。所以你若换新的电脑输入法的时，你个甲 copy paste 转来就会使啊！安是毋是足方便的，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这个信望爱输入法啦，确实是有足侪功能的，吼啊，真方便使用安尼，吼，真方便使用。好来，来感谢区教授啦，听下来吼。对。刚才伊对咱来讲的就足大。吴下米是伊介绍，叫我就爱甲讲是吴下米，我去高雄找，你还记得无？吴下米哦，我拢迄当时拢去食，迄当时吴下米要做台语的时，伊就甲讲，你去找林准哦。哦，迄就甲联络我拄去高雄的时，甲伊哦，迄有趣味见哦。伊说吴下米今仔对台湾来讲是足大个啦。伊少年兄咱就无简单，伊个创意足济哦，迄就是伊个功劳诶。OK，即摆过来就是讲，拄则有讲到即个咱迄个思库以前伫创诶时拢创无讲真完整啦，有足济毋对诶所在，吼。啊，到即个连字符，即个，啊，所以阮找阿勇啊来写即个，我甲讲我要创啥吼，伊足厉害哦。伊个电脑内底伫即款，我是超过5下米啦吼。我无想着讲伊会晓插台语安尼啦，无想着讲伊个电脑遐厉害。我讲我的需要是啥？哦，第一，思库爱update，毋对爱改新的。哦，啊，迄个搁加一个台湾字无连字符的，互你选啦。哦，所以讲我即摆要来介绍即个吼，啊，即个已经伫网络面顶。阮已经到0.9版吼，啊，过无偌久，完全改好了，1.7版，1.0版开始出来哦。伫台语信望的网站，
所以即马台语四望海网站已经有3个入口啊。伊上下骹是教育部，但是伊是传统版的。迄话一寡老师来拜托我讲，阮教拢教OONN，我讲恁兜的代志。我讲你的正常化，咱的文字正常化，一定爱照传统版啦所以这内底恁读的时，无 OONN， 干O 一点个过来标的时，这才知影嘛下面顶迄个台湾字，就无连字符的无连字符，阮即马嘛是尽量大家伫试，我嘛出版册。迄试的中间第一就是讲台语足济阿公阿嬷的甲后壁迄个鸡迄个面顶加一个撇一撇，因为伊的头前后壁拢足济字音嘛，会困扰了，较困扰。所以阮即马阮是伫即个第一，甲所有的这个部分拢加一撇，补收费过来就是讲下骹。你嘛伫写的时，发现讲有迄会困扰的，你共款去甲总加一篇。一般即马发现就是较会困扰的，佫看袂清楚。迄个 I 佫 I， 迄个有无？迄个 I 足细字的嘛所以后壁嘛头前嘛有注音的时，阮嘛是拢会加一个啦。即个物件我才去试用，去推行，足济人已经有认同啊。我3年前伫仙台有发表即个构想啦所以渐渐有人伫用。以后足希望恁学者爱集起来，甚至邀请教育部来，甲即个海分的问题，大家好好来讨论一下所以我拄则讲，我拄着即个前辈萧正文牧师甲罗英上长老，因足有智慧，因有智慧，有钱出力，佫出钱啦。所以一直我就讲，我对因的脚步来徛，应该无啥物问题。所以两个拢主张讲，咱所有的物件拢爱革新，爱进步，上摆一个正常化。你摸出来物件无正常特别是海运出来，学业嘛嫌了，你做法水了所以这个你来点这个入去了，内底说无网络。你的迄个还袂连网络，你要连网络无？你的入去你要连网络无？你要连网络无？对啊，阿勇开发好势了，我已经就网互大家用，大家当试用看卖你伫拍的时阵，发现讲，后壁袂讲迄汉字后壁有两个罗马字，一个毋对的。迄个拄我学的人，毋知要选哪字，迄嘛足困扰的。遐个物件渐渐拢会淘汰掉的。你若发现改无对的麻烦你甲老师讲一中话，规个来改是讲恁有人有想要参与这个事故的人，我会当一个迄个字尾互你，你家己会当去改甲改互正确。所以这个我定甲你讲，这个物件是大家的毋是林俊乐的有人讲林俊乐去创了好唔好？我人会老80岁一定爱靠恁这少年的，大家来斗把手来。我看卖未买我哎呦，若要用我的，我家己有。对，我看连我的迄个啥，连我的无线的好无线的。我见你继续，你。所以讲，阮即摆咧出版的册，迄个电视有拢无见。大家拢感觉无落教遐张落教的牧师因嘛真济嘛拢对伫安尼甲讲有影，甲就影无路用因为迄话人你讲咱学的时阵较方便，无毋对。你伫教学的时阵，教学的方法，你要有连字符无连字符，恁兜的代志啦。你若有连字符的，你来甲讲以后，咱的正常话是无连字符，因为迄个是要互你一个词两个汉字的音，互你分开会晓分开咱一般人大家嘛会晓分开台中就无连字符像咱台中，台语都票的时都爱连字符，我这个足怪的代志到阵。爱连起OK 啦，好啊，这个无连字符的叫。这个无连字符的会版，这个。对，这个
所以你若这入去的时阵，恁所有拍的拢会无所有读的拢无燃油啦吼。迄有一个教会青年讲诶，连顶我拢学教育部迄个，啊你的网站拢是迄个地位字的，伊讲伊袂有习惯。我讲你要入去的时阵有3个问，以前2个问尔，你爱选好对啊。哦，你爱选好对，你入去的时阵读的物件才会对啦。OK。因为家己操作。哦，咱来看，这已经伫数字法内底，咱会当下载落来装咯。哦，这3点是这个，哦，这个新闻内台语数字化的，新修订并增加无人肉新功能。哦，啊 Mac 有人用 Mac 会当专用，啊用伊拢用 Windows， 所以这个。伊的安装的说明好，迄无几人会晓。啊，刚才咱阿凯老师大家知影吼，伊讲的嘛足大个。我也有困难，找伊拢解决。我迄个 scan 的吼，伊个 scan 你叫人 scan 的编号拢出来编嘛。我讲下摆头你甲原来找共版为1号编到啥物？哦，伊个都甲差不多是。所以我这要创啥？有问题找伊。哦，有上者嘛咱请来教，伊确实伊。讲一个台语当底，迄个伊会使讲老格格了后就是伊嘛。哦，啊，少年时拢爱找迄个外语哦。所以恁即个，恁甲开开吼，伊就会下载一个迄个物件互你啦吼。啊，你若拍开了后，伊这台语遐有一寡说明啦。即个。你啊甲拍开即个zip， 伊拢甲所有的物件创作一个 zip 嘛，所以你甲拍开，好，你甲点落去就无，迄阿用者厉害哦，伊免去遐有诶话，伊拢甲点落就是啊，哦，即个 zip 即个，哦，啊你甲解压缩，啊解压缩嘛吼 ，OK， 内底有一个 Windows Install Bot。这个试落，哦，你已经做好啊吼！未来我后尾有装啊，我毋知。你试落，我已经装啊啦，所以我歹试的。哦，啊，你若感觉这无好用，林准用拍扣迄个拢吹着，无爱用会使，你甲按钮锁，你甲创调无要紧。哦，你若即个装落了后，你内底的迄个输入法的物件吼，就加足正确啦。我嘛袂记对即个有毋对了，有无？这面顶有加一个无电字符的，互你选，吼，啊蓝面吼，蓝面遮的，啊咱哪会记哩吼？迄个啊用伊设计的时阵，伊讲伊是有够厉害吼，伊无去找楼顶哦，伊就去心外面甲你去找吼。找者发现讲，伊有法度解决我的问题。台语啦，啊客语就嘛从来伊无法度啦。哦，即摆客语嘛是有一寡毋对的吼，一寡毋对啊，足困扰的。啊毋对就也是无诶，只好就用自定思考去解决。哦，我咧创客语新闻来时，因拢无人来插啊，我笑人无，迄都是伊敢若也毋捌啦吼。啊，所以就讲迄个。现场迄个条幅啦，条幅拢爱标伫迄个母语的面顶嘛。哦，啊有一个阮兜的兜底下的，伊拢标毋着位嘛。啊要叫我改，啊伫迄个楼顶要改以前，我问一改，有一寡人迄个担保金，伊就拢有甲我讲一寡问题。哦，啊改无着的。哦，伊甲讲好啊，那啥，啊其实内底有足济个吼，我解无着，我你只好用自定思考去解决啦，哦，解无着会使用自定思考解决啦，哦，所以咱要拍无人字符的时，即摆就速度就足紧啦，哦，啊你若歹，嘛会使选后壁有人字符的啊，哦，所以讲设定，迄个。一定爱汉字做头前啦，
哦，伊讲咱即个数字话，伊看见讲，就是安尼，伊会软体才会正常，所以即个足重要哦。这一定爱选汉字做头前。哦，啊，再等下恁大家试看卖，哦，愈歹愈趣味。所以即个数字法嘛是咱学白话字的工具啦。拄则有讲的，教授讲你拍毋着，袂出来，汉字袂出来。还有一个，你毋知会使拍问号问伊，伊会甲你讲啦，即个数字法咯，嘿。就讲我，咱知影会拍第二号、第二条号，啊，你若毋知影第几条的时阵，哦，啊我无内底即个爱拍问号，G-O-A 问号，所有的我拢会出来，哦，啊你入去选，你就知我第六，我就是第二条啦。就是你若拍问号，伊就甲所有的8条，所有的字拢走出来，互你选就对啊啦。啊，搁一个就是讲，你袂使第一个就讲伊啦吼，你爱先有一寡物件吼，就讲你即马我后壁毋知要怎拼，你嘛毋知影嘛吼，啊你著拍我。所有的我16个拢会出来吼，所有头前字的拢会出来互你选啦。啊，你著会使去学啊，去学习讲到底迄个我后壁是啥个？哦，我是啥物的阮兜，遮拢会使。嘿，所以你好啊利用问号来学你的白话字哦。啊，最后嘛毋知来问老师啊。台语有变调嘛，较困扰的就是我以前学的时嘛共款嘛。啊，你要写文章的时，你一定是爱写本调。你动作字用的字一定要写本调。你本调的时，你要查字典才有好查啦。所以这本调足重要。哦，你一定爱学会晓哦。啊，袂晓的时用这个工具来学习的。好来，我讲这个工具啦吼，台语书写的工具，信望的内底。信望的中这就拢是工具吼，我接下来有时间讲无？罗汉卡啊，剩10分钟。剩10分钟，我先讲，这较重要。罗汉卡，咱迄个 Apple 电脑、手机的罗汉卡的输入法是伊开始出来的，伊足简单的啦，啊汉字试咧，摕一个哦，啊即啊迄个拍台语，我到这还去学你讲知。啊，念个切汉，念个这字切会好，还无啥啦，人伊拢足单纯的，你要查得起来哦。啊，伊是台积电研发部的经理，吼，伊嘛当这个互伊丢落，就那个丢落。我迄天谈迄个刘秀伟老师要丢。啊，伊要爱拍罗汉卡输入法，就来找我摕书谱嘛，所以我安尼熟悉。啊了后，伊就感觉讲，甲我配合了袂歹。啊，才想着讲 AI 的时代，就是爱靠这来饲 AI 啦。你台语、日语、韩语、华语中间会使对应啦。哦，你学则简单。啊，怎样你饲？哦，你若有时间会当去饲，就饲这落饲。哦，你把迄个注意事项整个一个华文的文章拍咧。啊，你要爱选什么的哦？要合作式，要汉语还是专语、台文、专语？专汉汉语，哦，拢会使照你选的哦，啊你甲迄拍咧，伊就我就转过的，哦，恁等于当饲啊哦。即摆再继续，阮招一群人哦，牛小华老师足侪学生拢去透甲手，
哦，伊出钱出来，搁出地位哦。伊伫斗做伊个工课啦，感觉有需要，伊拢有发工作费予伊啊。哦，伊顶年奉献50万，今年奉献80万哦。已经伫新闻啊，拢在发头现啊。啊，张少伟老师有2个学生，伊家其他2个学生有去做伊个讲图吼。恁若有想要讲图，讲图啥好处？你紧做法就紧学啊，而且进步会足紧啊。哦，我伫中山医大学学生有来做讲图的人，成绩拢进步足紧的啊。哦，爱做才会进步。啊，你莫学的，我知，啊，你就爱做出来。OK。哦，我顶摆有迄个汉罗数字法哦，即你甲汉罗的文章拍落哦，伊试落就总转咯。哦，我的 FB 有迄个台湾语版，就是啊，马上有就对啦。1分钟久你就规篇文章就甲你转好势互你哦。啊，罗汉语版就爱小可用时间啦吼。即恁转去先家己温暖去试哦，我有讲啊，你试毋着袂安怎？啊，过来汉罗鲁米版，所以你迄出来了吼，你下载了出来就是安尼，哦，啊面顶拢是思考，啊下骹要记名的先伫后壁，哦，这台语鲁米即个，就是网络语言吼，伊替你转好啊，啊你甲 copy 去新闻啊面顶网络面顶有一个迄个转换的，叫一个鲁米线顶形成即个，互你甲倒咧。哦，照原来先，伊就是安尼，我标是伫面顶，哦，啊你甲选罗汉鲁米，哦，啊你迄个面顶迄个汉字。咱莫杂事啦，咱会背着，我感觉背足好啦。咱遮背字爱较大，有无？我是，伊遮显示的还是安尼吼，看袂出伊的大细，啊，咱着爱甲 copy， 啊，你要 copy 的时候，伊个网络的设计就是爱规个，爱拢创会着。迄个字煞无会，就主席 copy 了无好势哦。我做。我来恁会使家己试啦吼。所以即个有遮个功能伫咧吼。啊，你 Word 了吼，你迄个罗马字会当甲变大细啦。哦，我即摆我迄个去台湾笔会咯，还是即个单位纪念册遮，我拢用这写嘛吼。啊，伊就叫我创较大咧，哦，所以你甲 highlight 起来，即个字形甲变大，标字会变大，汉字依序本来，所以标字看起来足爽快诶。好，哦，即个字啊，拄则讲了吼，恁若 Apple 的手机吼，我建议恁用罗汉卡的数字法，加少我说法较单纯的。迄个拍台语，个拢会甲我的手机绑死，坐几月啊？我爱拍台语，哦，迄足头啦！所以我美国无法度用这啊。哦，这个资源哦，我才会讲了诶。有台语、客语，啊，甲斯洛安新闻啊，这个台语点，台语甲客语我拢看作平等啦吼。所以台语有诶，客语嘛有，哦，所以恁也注意看觅，
哦，啊，介意你会当去试，哦，恁有啥物建议哦，会使甲我讲，哦，啊是即摆迄个陈无真教授伊即摆伊真认真，为来参与这事工哦，伊嘛拢会来斗骹手的。好，本来这要讲啊，好，有啥问题无？来，你睇大家有啥物问题无？这个书就发是介方便嘛，介重要啦。对咱台语人来讲，有啊，一日甲毋咧拍台语的吼，包括就 Ruby 吼，你以后若有参与课本的编辑啊，迄课本就是 Ruby 嘛吼，啊是你有要拍什么报告面顶需要有迄个汉字还是罗马字，加就是对照的，迄种。